KTK 邦山湖林宝树有股上紧，今日下晡5点8点就1楼红林万营办保全库已经撤离231人。金门海面有4支验出非洲猪只，金门外地禁止输入台湾本岛甲其他离岛，其他的加工制品嘛拢暂停输出。高雄洪山有民众骑奥多摆载一大堆铁仔，警方依照违反道交法，上悬会当罚600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7公视台记台中道新闻，我是洪炳珍。咱今日关心讲高雄凤山15尾阿嬷下班的时间车长坐，结果有民众骑奥多摆后壁是拖一大堆的铁仔，脚踏板搁放一支正长的铁条，四周围的车是拢闪甲远，就惊伊讲会发生危险。警方已经头定车主来告案，依照这个道交法，上悬会当罚到600块。15尾暗暝下班时间，高雄凤山高架一路的车长坐，奥多摆一台接一台过，煞雄一台奥多摆4颗连灯拢无车，大家看到伊拢闪真远，因为伊的奥多摆毋但后壁拖一大堆的铁仔，头前的脚踏板搁换一支超过100公斤长的铁条，有民众无注意到要骑过，差一点就互铁条卡到，实在真危险。像这种，我们都是摩托车，一定会在他们后面，都不会骑在他们的左右两边，不可能，因为他如果不稳的话，就是会对我们很危险。很危险啊！可是人家要卖钱呐、哎呀，他弹簧床的那个铁丝对。民众讲，因为五角路甲南京路口遮有一间古物商，亲像这款用奥多摆拖歹铁仔回收物来卖，画面定拄快着。咱实际伫路口看，短短半点钟的时间，就有5、6台，有铁马嘛有奥多摆，甚至佫有4辆的电动车，逐台车拢载甲大包细包，有的塔比规人悬，都连车牌嘛砸甲拢无快。警方讲，这款行为会影响行车安全，会按照道交法开单处罚。机车负载人物或物品未依规定之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警方提醒，机车载运物品应妥善固定，避免拖曳、散落或影响行车安全。古物商头家讲，迄堆铁仔拢总20外公斤，会当卖100外块。警方表示，已经按照车牌号码通知车主到案，会照规定开罚单，上悬会当罚600块。毋望行为人会当谨慎，毋通阁安尼做。记者柯家族邱向高雄场报道。台南发生一件囡仔若像去互苦毒的案件，一个无摕到合格证照的年母，照顾一个1岁红仔仔，才3天的时间，红仔仔全意外过身去。家属发现讲这囡仔的身躯有不明的伤势，怀疑讲敢是有人甲苦毒，全死去。检方已经介入侦办。台南市的社会局强调，这个姓李的查某已经违反儿少管法，会依法来甲裁处嘛公布名姓。暗时10点外，规定人西区北仑的扫去这栋姓李的查某骑家，夜金纸等鸡呢，互附近的住户踹一个，因为传出这位年母敢若有苦毒囡仔，致使人过身。附近居民讲，这个姓李搬来遮打2个月，案发当天透早，捌听到厝内传出囡仔咧哭的声，无经过下晡救护车就到现场，针对民众包围搅扰的事件，警方嘛成立专案小组，甲3个人抓到案。我们有听到车子的声音，我们还出去看，他才讲一定有人来牵的对啦，平常呢他们的看起来就怪怪的，因为我看过这对夫妻好几次了。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这三死者是1岁红仔仔，家属是透过面册逐个月10000块的费用，甲囡仔交予这个姓李的照顾。15中昼，伊才拄回报囡仔咧歇到，无到1点钟，煞甲家属通知讲囡仔已经无心跳。家属指控囡仔咧急救的时不时去吐血，他较无缘无故有乌青，怀疑敢是互人虐待。台南市社会局调查发现，这个姓李的根本无年无证照，嘛无办居家托育的登记。打互顾的时阵，伊甲问讲你几岁？讲24岁。然后后来才知道说他才满18，他赶快给小朋友带回去，不要让他听。他监护人家真的那么无人吗？人家的代志，我同行要好好保护小朋友。现场除了不幸离世的死亡幼童之外，另有4名幼童，包含李姓女子的2名亲生子女。其中1名幼童在家长接回之后，发现身上有不明伤势，已经送医检查及验伤，来厘清伤势的成因。福建社会局已经紧急安置这个囡仔，嘛讲会以离少款法，甲姓李的查某罚6万块，兼公布名姓。未来若检方调查，确实有影苦毒
囡仔，上悬通罚到60万。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讲，青安3点控按算8月初1就要施行，维持一般的申请者1000万的扣打，而且袂使超过50岁。其他阁有包括厝价，也阁有收入等等的限制。初步估计有16万人会受到帮助。新青安贷款政策伫要伫即个月底届满，行政议会16通过青安3.0方案，新增加3道限制，包括要求新贷人爱未满50岁，贷款年纪加贷款年限爱伫80年以下，借款人的年所得总额袂使超过200万。另外，房屋总价是照县市分3级设限制，台北市3500万，新北市甲新竹县市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维持现贷一生一次。自助切结的规定，贷款之前要甄审，包括公股银行依青安贷款原则要审慎的核贷，以及贷后要加强管理。新贷户要征提自助切结书哈，那贷款额度最高1000万元，贷款成数最高80%，宽限期最长5年，贷款年限最长40年。婚后家庭加钱的部分，新婚2年来家庭贷款额度上悬1200万，有未成年子女上悬1500万。所有青安贷户拢有满3年利息补贴，满3年后每年补贴减少半笔，补贴期满恢复原贷款利率。财政部处长吴清华表示，新方案年龄国家核贷年限是80年，主要是考虑风险管控加行政的能力，整体加强管控。3.0这个开始实施之前呢，其实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会来核贷，也不知道。用目前的这个现有的资料来推估的话，大概可以用的人数大概157000人左右到16万之间。但是我该关心年收入200万的排户限制是以什么条件设定的？吴清华说明，主要是根据主计总处113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来推算。当年消费支出每一家户每年都是88.87万，有欠27.6万。按照理性法律来看，买厝的负担不应该超过所得的1/3，经过合理估算了后所得到的总数，袂使超过200万。记者采访报道。因那这项行政院要推动的青安3点控房贷新制度，有学者就质疑讲，这根本无法度排除好业人，颠倒会互厝价升悬。财政部表示讲，青安3点控有设限制，而且目前房市的量有伫咧缩小，绩效稳定，内政部嘛会加强来管控。物价很高，然后薪水跟不上物价跑。如果你想要去缴个贷款的话，你会很吃力。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人去炒地皮啊，所以房价一定就会跟着涨。而且房子讲坦白，我觉得不会跌啦，只会往上涨，所以越早买越好。不管是要你看，或者是多买厝的人，拢相信即马买厝真无简单。为继续协助青年买厝，财政部青安3.0 8月就要开始，新设亲像2.0同款，互检察院认为欠周全，佮正做投机者套利，加清管厝价咧。市场专家研判应该被引起抢尾条。加上呢，银行呢，它在这个审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都去做了非常多的防堵，以及在现在仍然是限贷令持续还没有解封之前呢，现在的买气并不会像之前这样子的疯狂。财政部认为，美国小企，因为目前观察房市出现量缩加分，为所在回答佮强调内政部会管控。今嘛买保3年的2.0甲3.0比起来，对象拢爱是无自由主体，贷款成数拢是上悬8成，佮维持宽限5年上限。即摆3.0虽然第一年会甲贷款年限做限制，佮增加年所得免超过200万的条件，毋过是毋是真正用排除也真受质疑。国立大学的郑教授，他做到年工薪全满，他都不会有200。我们政府只管利息补贴。那如果说银行呢吃了呆账的时候呢，银行要自己负责，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的新青安贷款会贷给呢本来就买得起房的人。对，我们本来想象中是这个这些年轻人可能差一点点我们要把它扶上去，所以叫新青安嘛，这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不公平。他有一个富爸爸提供担保等等这些那银行户他自己会有他的授信的一个原则，那是2件事。
那我们这边讲的是说贷款的一个门槛。学者认为，青安政策对于主体补贴应该是公益政策用国外做例，让负面靠对象或者是政策目的，比如锁定军经销户数等。即马虽然是包含婚育家庭，不过烦恼会安尼变相加做用纳税钱补贴有钱人。青安政策是毋是用伫高厝价内底落实去做政期，要等市场来观察。记者综合报。海巡署7月14日下晡3点，伫咧金门经乌镇的新头山坡，顺着一只浮伫咧海面死去的猪，经过检验嘛，这只猪确定是有非洲猪瘟，是今年的头一例。目前呢，这金门的活猪禁止输入台湾本岛甲其他离岛。农业部嘛公告，金门猪肉甲其他的加工制品嘛拢暂停输出。防疫人员全副武装，伫金门金湖新头山坡采用检体全面消毒。7月14发现这只海老死猪啊，确定有验到非洲猪瘟。除了是今年头一例，也是对2018年以来第21件海老死猪啊确诊案例。中央是宣布对即时开始到7月2日，暂停金门猪肉各有相关加工品运到台湾本岛甲其他外岛禁1礼拜。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杜英泰第一时间伫面册铺文，强调防疫等于作战，绝对袂使有任何防疫空碰。时间转来到今年4月，国内机场也发生边境检疫证据，当时有入境的旅客拒绝配合，甚至这个现场保全无权伫咧管制区内底翕相通报。桃园机场检疫站特别出面解说，是希望避免防疫破功。拍摄照片这件事情，是因为如果旅客众多，没办法跟随到这名旅客的话，那我们会直接到红线台对该名旅客的衣着特征、公关污署辨识，以利可以做后续指定查验的行为。今年4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正式核准台湾是非洲猪瘟非疫情国。面对境外流来死猪啊，中央甲地方唔敢大意，金门县防疫所也启动全面封查。加在地目前的案发地点，方圆10公里的猪场，25户5033只猪啊，拢总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警察局执行115年打击乌金抢毒也有诈骗的专案，其中伫咧毒品这部分毒驾就有抓到73件，各类的药头抓到26人，其中内底有17人是送死烟弹药头，也拿诈欺这部分呢，查到不法所得2亿6千万。云林警方接到证据，来到中华部新社区的犯嫌大的所在，成功把毒品采购的2000多支烟弹壳4箱甲相关证物扣起来。各兄弟队员经过长时间的搜证，来到云林拿来查扣伊土鼻子相关制品总模当1300多公克。犯嫌为着要毒品买卖，搁合情自保。涉嫌贩卖依托瓶子的案件之中呢，我们有掌握到呢，他为了防止黑吃黑，所以呢，他拥枪自保。那我们在成功缉获这个李姓犯嫌之后呢，由他带同我们到他的住处搜索。那我们在那个天花板的缝隙里面呢，就找到了这把改造枪支。云林警方表示，因用年底选举这篇打击乌金抢毒诈专案，查到10名犯嫌，查扣10支非法枪，此地毒驾案73件，各有各类药贩26人，其中17人都是送死烟弹的药贩。从整个源头如何的瓦解整个毒品的是供应链如何阻断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针对毒品零犯战零容忍以净化选前治安为使命。全力的扫黑肃枪缉毒打诈，透过检警紧密的合作，我们成功查获了黑金枪毒诈这些重大刑事案件。云林警方统计，今年1月到6月，侦破诈欺集团53件，犯嫌297人，总共查扣不法所得2亿6千万块银。案内受理案件下降6成，财损下降8成，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防诈警觉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时间今日早时9点左右，美国总统 Trump 呢发表重大演说，以大动作来解开这个解密的文件，指控中国成立专职单位，非法取得2亿2千份美国选民的档案，企图介入美国的选举。不过这场演说却互外界消息讲，这当今当是美伊战事当紧张的时阵，恐惊 Trump 有可能是要拍这张牌来降低各界对中东战事的关心。Tonight, I'm announcing the immediate declassification and release of critical intelligence, revealing shocking vulnerabilities in our election infrastructure. 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台湾时间17透早，伫咧北京发表黄金时段重大演说。这回伊大动作，甲上新解密的情报档案弹出来，
讲中国伫咧插手美国嘅选举。America is back and doing really well, but we still have a major challenge that must be urgently addressed because no country can be great without fair and honest elections. Trump 伫咧演说内底批评中国自2020年开始指派专门的资料勘查单位，用非法的手段摕到关于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的个人资料，而且甲选举情报泄露出去，是历史当中上大规模的，想要打击伊的政权。In a rare move, NBC and ABC fake news have both said that they would not cover this speech. They knew what it was about. 美国主流电视网这回嘛穿好准备咧等，其中 NBC 甲 ABC 甚至拒绝伫咧电视甲这场演讲直播出去。也若民主党是批评讲，Trump 大动作指控外国来介入选举，是为着年底期中选举伫咧铺路。不只个 ，Trump 即摆出面完全无讲到全面升级的美伊战火。美军对伊朗连续6天发动空袭，而且封锁荷姆兹海峡。伊朗嘛用无人机甲飞弹反击。华盛顿邮报10日民调就显示 ，Trump 对伊朗战争的处理无满意度有69%。针对Trump政府甲伊朗谈判新协议草案，有37%民众认为，凭2015年奥巴马的协议搁较歹，战火是烧袂煞。布兰特原油计数逐桶就冲破$85。真侪分析就指出 ，Trump 是咧挑一个甲美国甲中国起毛空，要闪中东战事的公论。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史班明夫7月初伫咧台中去防攻击，台湾外交部强调讲这是中国跨境镇压暴力事件。日本的参议员赵平10日质询的时阵就指出，烦恼讲这种中国跨境镇压的延伸到日本，要求日本政府就要表明立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史班明夫进前伫台中防攻击，日本国会甲地方议员拢真关心。日本医生会参议员赵平10日质询的时指出，台湾外交部已经把这个案看作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了后头一桩跨境镇压的暴力事件，要求日本政府表明立場，防止事件在日本發生。日本政府はどういう見解を持つのか。国民の安全。そして日本国内での正当な言論研究活動等が阻害されないようですね、適切に対応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関連の動向も注視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趙平進一步警告，這款的事件也可能出現在日本，伊也煩惱家己互來自中國的人攻擊，政府愛提出具體防範措施。史班明夫是表示，日本政界聲援，互伊感覺真溫暖。不止視頻議員啊，很多的日本的國會議員，都打來電話，特別是昨天。日本的關西地區的自民黨的地方議員都會譴責暴力，然後捍衛這個言論自由。日本自民黨關西一帶友好地方議員聯名正式發表決議，強調絕對袂吞忍任何有政治目的的暴力、恐嚇甲恐怖行為，也表示袂因為暴力的威脅減少甲台灣的交流。不過中國繼續出後部恐嚇台灣，有台灣人去中國失聯，要人互留點遐互搬走。陸委會公布上新的案例，今年6月有2位警員去福建旅遊，說互中國的國安人員強制帶走，隔離質問。然後訊問的重點就是我國關鍵基礎設施的組織架構、清單等等相關資訊啊，然後還檢視員警的手機是否與該機關保持聯繫。楊文杰強調，按照目前的法規，無法度限制所有的公務人員去中國，咁要核准是由任職的機關來決定。不過，牽連到關鍵基礎設施、甲國家機密有關係的機關，所落來會家己定審核的標準。記者綜合報道。中聯的問題油即陣是繼續在咧傳，今仔日佫發現一個配合有問題咯。行政院長杜英台今仔日是頭一擺來回釋咧，表示講會追究行政責任，嘛批評中聯油是非常無負責任的企業，已經要求檢調，就愛速速來調查。台北市長蔣萬安是指佢講中央卡手萬噸，甚至在調查的時攏甲責任甩予業者，號召民眾就愛上街頭自救，嘛呼籲總統愛回釋咧。呼籲講這杜英台愛落台負責。那麼對於行政單位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的查處，要求獲得完全真實的資訊，這個部分
我真的深感抱歉。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日前检出苯苯比超标，引起全台食安的惊吓。行政院长戴英台17头一摆会失礼，不过针对各有验出新的问题配合，伊提出3点声明，各骂中联油脂是真无负责任的企业。我要求检调单位速查速办，严查严办，一定要给社会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被检验的被告有没有觉得很委屈？谢谢。司法的事情我们交给司法解决。面对行政单位无通的有效查询，戴英台嘛表示会追究行政责任，只是对各几万来的破欠，那也敢若是无要接受。有哪位话要爱伊落台，内阁定组，民进党是出来讲话，认为食安袂当靠嘴软相战，重点是要赶紧完备通报制度。鼎新食安风暴的时候，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江宜桦2次在国会90度鞠躬道歉。这是一个行政院长一个应该负责任的态度。那今天我们觉得他有道歉，总算有道歉，但是满不满意由全民去决定。在野党的朋友认为这个用语好像是不够强烈，那针对于又发现新的，很好啊。发现新的以后，这个态度来道歉，我是觉得非常好啊。但重点是要把这个漏洞给补上来，整个食安法如何去做一个修订，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台北市长蒋万安17时赴立法院拜会国民党团，伊质疑到议长简单替一个问题配合来回失礼，不过为4月到6月已经有偌济批的问题都由风食了巴肚。有1月到3月，敢讲到真正无问题，不满中央慢吞吞。蒋万安表示，人民必须采取自救的行动，呼吁民众徛起哩街仔头，重申总统赖清德应该要回失的，啊那对院长应该要落台负责。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的天气确实有影热翕翕，气象署讲，这款的好天气啊，恐惊会继续到后礼拜4，各地高温差不多32度至35度，部分地区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因为这阵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较高落雨，其他的所在过到过是会出现西北风的天气形态。最近的天气是真烧热，无落雨的时阵如果真翕。气象署讲，这款的好天会一直持续到后礼拜4，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2度至35度。湘北地区、苗栗以南到花莲、台东，可能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且这几天中昼的紫外线较强，可能会超标，民众透中昼出门都要注意。在温度方面，可能最近几天还是比较偏高的。以今天来说，其实各地的一个高温大致上还是有可以来到32度以上。橙灯那个区域就是已经包含今天有连续3天来到36度以上。那大致上来说，就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比较内陆的地方，跟花东纵谷这一带，还有台东，今天可能会有粉风发生的几率哦。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一进前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除了正方面的南部落雨的几率会较悬以外，其他所在日时大多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过到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甲山区就可能会落雷公雨。在今明2天呢，就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主要就是在迎风面南部地区比较容易有降雨的一个情况。有时候会有雷雨发生哦，那也要留意会有一些较大的雨势。而其他地区主要就是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跟像是花东的一个山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发展。那其中在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也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气象署提醒，这几天日头真美，下昼较高落西北风，出门爱记得早雨伞。早日也早雨。另外，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一寡热带扰动，敢会结作风台。气象署讲会继续观察。记者郭玉基、谢桂玲台北报道。苗栗市有一个80岁长辈，15透早出门的时啊，全的胖记找无路转来，亲人就烦恼讲啊，伊有失智症，唔知有安全无？警消单位透过路口监视器、甲空拍机、甲吹，昨暝我到的时阵，伫咧西湖乡西湖溪的河边，发现伊伫咧遐，送病院了后，这个长辈平安无代志。空翕机伫咧空中超吹，发现一个穿白色裙的阿伯倒坐伫咧西湖溪河床。超吹人员初步检查，好佳在即个阿伯无受伤。警方就表示，15暗时，一个80岁妇人人去派出所报案，讲有失智症的翁婿透早出门就无看影，烦恼发生意外。警方随调电杆来找人。刘姓老翁15日早上外出，不慎搭错公车迷途，
家人深夜向北分局北苗所报案，经远警调阅监督影像确认，老翁搭乘公车前往西湖乡一带。警方确认，这个阿伯是先坐唔到公车，煞尾搁坐社区的 bus， 最后是出现伫咧西湖乡，就甲在地消防分队斗找人，嘛用无人机来斗找，终其尾伫咧16透早11点外，伫咧西湖溪河床发现阿伯，啊毋过阿伯已经无法度行。于西湖溪河道内顺利寻获失踪老人，伤患生命真相稳定，仅泡水过久无法行走，经一旁工作怪手司机协助，将患者搬运至岸边后送医。消防队表示，这个阿伯无力嘛有脱水，啊毋过性命迹象是真稳定，送病院了后已经无代志。警方就提醒，咱会当甲有紧急联络人的牌仔，贴伫咧时大定定穿的衫，颔棍领顶头，也是搭伫咧伊定定派的卡棒顶头，嘛会当挂防止惊碰见的手环，定位装置，才会当伫咧关键时刻，甲惊碰见的时大斗相共，找到转去的路。记者综合报道。迄落即段时间点呢，真侪人会出国旅游，毋过嘛爱注意天狗节的疫情，因为即阵啊，讲这疫情有咧行。高雄新增加2例天狗节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分别是一个新住民，也有外国籍学生。高雄统计今年境外移入的天狗节病例有11例，本土病例7例。热人高啊，高雄市各地区也开始伫水沟啊、泉药啊消毒，避免摊病房生摊。高雄市卫生局发布通知，确诊2位天狗节的患者，个案拢住伫大寮，分别是27岁越南籍的新住民，佮21岁柬埔寨外籍学生。高雄的天狗节确诊病例，到今年为止，境外有11例，其中3例是外籍学生。本土病例有7例，计共18例。卫生局伫大寮第27礼拜探病房的检测，发现平均的阳性率已经有10%，加上定定落雨，社区的传播风险已经增加。起红疹就是一个问题。如果第2次被蚊子咬到而得登革热，它会出血性登革热，那个会死掉。天狗节患者定定发烧、关节痛、目孔痛，抑个想要吐等等的症头，卫生局呼吁民众出国返来台湾，若有这款症头，拢要赶紧到附近的合药诊所抽血来快筛，较袂危害别人，也保护家己，莫互网虫顶着第2届，较免有致命的危险。民众也要积极配合居家环境的清理，就是有积水，然后有就是家里环境啊很脏乱这样子。民众爱去顺厝内容器，甲积水倒掉，并且甲可能积水的容器彻底清掉。上好也爱检查敢有网虫的卵，甲伊滤掉。另外，也通利用高雄天狗节民众即时通网站掌握上新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毋若皮肤可能出现一寡病变，其实连目睭就要注意咯。屏东有一个人，伊讲伊正面的目睭啊红红，而且呢长长会痛，转去互医生看。检查了后，发现伊的角膜内底有发足侪那条的物件积伫内面，确诊是葡萄膜炎。医师提醒啊，这款无爽快的情形，就爱紧互医生看咯。患者的目睭内掉真侪铺设感冒沉积物，袂顺的发条啊。极端气候互热天更较污热，袂少民众为着要防拍，规工戴帽啊、挂喙暗、搁穿长啊、挂歹头，互湿疹、寒疹更较熬出。流汗那里就是因为会流汗嘛，所以说就会闷在里面，然后就会长痘痘。不要把那个脸闷住就好，就像我剪那个就是发型剪清爽一点就可以了。民众早电风降温，不过迄热毋若皮肤会出问题。屏东一位民众前日因为正面的目睭红、目眶胀痛、佮畏光来看医生，检查了发现是葡萄膜炎，有真侪白血球聚集伫房水，后来佮出现像条啊安尼的感冒沉积物，视力降到0.2，以关节量的类固醇治疗3礼拜才恢复。极端气候造成我们人体控制我们血管。包括眼睛的血管它的能力变差了。工地的这些人没有一些冷气的，他们发生的几率比一般人更高。血管扩大来，把很多里面的一些东西都露出来了。医师表示，葡萄膜炎的病因过去拢互认为是自体免疫疾病、病原体感染，也是疲劳、失眠等等。不过，其实极端气候嘛是诱发的原因。尤其高发伫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若严重可能会害视网膜脱离，也是失明。提醒民众，若是发现目睭有血丝、会痛、佮畏光，甚至视力变差，一定爱随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
新一关怀山乡公所伫去年11月发5000块的生活补助金了后，最近佮因为中档证书物价起价，即阵是佮要来发民生的补助金5000块。其实这总经费差不多加起来有要开卖6000万咯。这是怀山乡这6档来第4摆发现金，4摆加起来，一个乡民已经领到13000咯。手头摕红包内底有5000块，怀山民众拢笑嗨嗨，因为新一关怀山乡又个发钱咯。开心啊，因为那么多钱呢、我们乡长对我们真的很好，所以这个要好好珍惜，要把它收藏起来，不能乱花。当然很好啊，这个钱谁不爱啊，对不对？因中档战争以及民生用品起价，新一关怀山乡发放民生补助金5000块。这今年5月初4，户口设伫怀山的民众拢有资格通领，全乡大约12000人，人人拢有，总经费大约6000万。有民众帮厝内人做伙领，拢总领5包，一个领就是3万块。唐山乡了，这个65岁的老年人口啊。大概已经占25%了哈，是全县第2高的，所以呢，我们几乎都比较没有生产力。我是用这个前几年的税季盈余的钱来发放啊。那事实上，我们发放也不是把税季盈余整个都拿出来，我们可能只有拿出2成的税季盈余而已。这已经是怀山乡这6年来第4摆发钱给民众，4摆算下来，一个乡民已经领到13000块。不过这摆乡公所发钱进程是真秘手，主要是因为避免风声漏泄，会出现大量迁户口来这情形，影响公平性。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来看讲，经过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的考验，南投县议员沈淑晶16宣布要参选南投市长。另外，代表民进党参选草屯镇长的张婉婷，嘛正式来面对媒体，来拍准备来拍年底的地方选举咯。现今国民党南投市长张家铁甲草屯镇长的简世成，也要求寻求要来连任，要用政绩来寻求选民的认同。正式公开宣布接受民进党的征召，转战2026南投市市长的选举。38岁民进党南投县议员沈淑晶正式宣布，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南投市长。年底地方选战开始加温。16下晡，民进党南投县长参选人温世正，佮立委罗美玲在南投开记者会，宣布民进党一家长的布局。现任的南投市长张家铁嘛咧拍拼走行程，强调连来推动真侪友善少年父母的政策，要来争取连任。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新的思维，让我们南投市的这一台引擎重新启动。城市的发展绝对不是一个口号、一场选举就能提出改变。而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需要长期的规划。我以现任的市长，最重要不是回应选举，而是把市政顾好。另外是国民党内同款要拼连任的，还有现任的草屯镇长简世成，伊因为是补选成做镇长，才做一党外，伊毋茫用政绩来争取选民的认同。未来嘛打算拍拼，互草屯升格做草屯市，去引较侪人搬来草屯住。民进党草屯这摆是派出少年的选将张婉婷，伊是卫福部处长林敬怡的秘书，今年嘛才37岁。我欢迎民进党参选人来甲参选，我要将草屯升做市，互咱草屯镇民变草屯市民，这我想要做的互咱草屯更繁荣更进步。那我们都是从南投培养出去的，想要返乡的青年所以这一次我们一样跟素贞一样历练了10年年底地方选举，民进党一南投拍少年牌，强调战斗力佮行动力。国民党这边是希望延续执政的优势，强调建设佮执政的成绩，一步一脚印，要来争取连任。记者安秀南投报道。屏东小琉球在岛上有真侪主管回收物，不过拢找无人来标来遮清运。琉球乡公所经过15届流标了后，准备1500吨的回收物，伫咧屏东县政府介入协调了后，昨总算会当进行清运的作业咯。头一天清运就有30吨的主管回收物。
5台夹仔车对货船驶上花，一台一台准备要去粪扫场清运资源回收，嘛代表小琉球抗过6个月粪扫，总算是会当开始清并。小琉球清运作业，初7屏东县府介入之下完成标案发包，16早起清运业者出动5台夹仔车，头天顺利甲大约30栋的资源回收再回来，确保说这个得标厂商在整个清运的一个过程，不会再有受到外力的干扰，而让它影响它的一个回应作业。这琉球乡长有来关心吗？对，主秘兼清洁队长，最早就有先到，后来那个他们乡长也接着到。为着确保规个运送过程顺利，环保局长带领12位环保局人员、8名警察和政府单位，伫盐埔仔渔港、大福渔港、甲琉球粪扫场专程监督。警方嘛协助护送业仔车，不过因为货船船班有限，目前业者是规划1礼拜清运2届，希望会当拼3个月的时间，甲粪扫再刷，幸福居民和游客一个清气的环境。很谢谢县府这边的协助啦，就是可以尽快帮我们把这个垃圾处理掉啊，就是比较大动作的去做这些动作，然后让厂商有信心可以进来标这样子啊。屏东县政府强调，这摆介入除了协助清运，目前蹲伫岛上的资源回收、粪扫清运，自头到尾算是地方责任。希望琉球乡公所会当好好建立正确的废弃物清运制度，避免同款的情形重复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基文康榜来讲，1968年的电影《琉球之乱》是迄当时真罕得看到的彩色台基电影。不过因为国际政策，若要去到外国来放送，一定要有华语版。未出台基版，因为拍无去找无啊。公司台基台是找配音员重新制作台基配音版本。7月份开始，台基台有办影展，在咧北中南免费放送16出的台基电影。咱离开这，回去台湾，创造美满的生活。小以下的2个人因为顶一代的冤仇袂当斗阵，想要相带走。这是1968年林福地导演拍的台语片《琉球之乱》，男主角为陪老爸安排爱着冤仇人的查某囝。导演讲，这出电影当年是用台语翕的，不过受到国际政策影响，要去外国放送一定爱华语版。尾仔台语版嘛放弃，即马干那找到华语版。市中心。去美国去个摕落转来，迄阵啊是原来嘛是已经录国语的啦，已经录做国语，因为上美国一定都要录做国语。啊，毋若设计出，就讲迄阵咱导演福地啊导演伊手法，啊，我拄仔讲，咱即个电影师林占庭，即电影师，伊即个拍控制，迄个光线安怎掠，吼，迄种足水。为了要恢复电影原本的模样，国家影视厅中心甲台基台合作，甲琉球之乱重新配台基音，咧16办首映会。公影中心认为用台基重新修复，嘛是保存台基电影的历史。啊，那负责翻译的台基顾问表示，上下斗的是要知影原本的台基台词是咧讲啥，该观察演员的嘴型来思考安怎重新配音。我是要尊重华语歌，还是看台语歌？毋过咱无台语歌啊，我就是爱生出台语歌，所以这个时阵是上大的困难。啊，毋过我就是看伊的意思，一定甲咱顶打去啊。我就是去看影片内底演员的喙型。台基台7周年办台基台接力影展，由琉球之乱拍头阵，接续落去，有台剧梅花鹿、乱乱风电16出台基作品。自7月开始，伫台北、台中、甲高雄拢总40场免费放送，希望互观众重新认捌台基电影的发展甲传承。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火烧山扩大，已经烧掉大约2/3的台湾面积，这嘛系特朗普正做全球空气品质上歹的所在。而且这高温嘛影响到美国大约20个州，包括7月19世界杯决赛，美国的一个体育场嘛伫咧受影响的范围内。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火烧山有一座协助撤离民众的火车，去互大火规爆掉咧，加在所有人员是安全撤离。目前统计，加拿大有超过850个所在咧火烧，有111个所在是完全失去控制。主要集中伫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甲西北地区。大火乌烟害到多伦多的空气，一时变作是全世界上歹，民众出外拢爱挂喙烟。
So like you can't see any of the city anymore. You can almost taste the smoke today. 加拿大火烧山对4月开始烧，到6月靠烧影，7月中恶化，到今已经拖到23800平方公里，超过2/3的台湾这么宽。火烧乌烟搁吹向南，一直到美国去，影响全美上无17个到20个州。美国中西部五大湖甲东北部地区超过1亿2000万人空气警报。纽约市长呼大众尽量留伫咧室内，避免空气歹造成身体相关的疾病。So today, every New Yorker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Limit your time outdoors, especially strenuous activity. We have made free KN95 masks available at hundreds of locations citywide, including libraries, police precincts, and a number of firehouses. Even a few minutes can cause somebody that might have underlying lung disease to have an exacerbation. Even if you're otherwise healthy, this can cause reactions. So this is impacting everybody. 美国7月19纽泽西大都会体育场脚球世界杯决赛，这届也伫咧空气歹范围内。不过，是到礼拜可能会落大雨，会当甲空气中的幼粒仔甲营养拢洗落来。国际脚球总会是宣布阿根廷甲西班牙的冠军赛照常举办。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面对极端高温，减少安怎这个掉水的风险，其实非常的重要。澳洲的研究团队即阵开发一款 App， 提供民众做运动的时有专业的风险评估，嘛会当知影安怎降温，免去掉水。伫新南威尼斯国家超级联赛脚球场，教练带球员进行夜间训练。即马南半球澳洲是冬天，虽然大家同款大粒汗、细粒汗，也袂热甲挡袂牢。毋过因为澳洲的脚球赛季是伫热天起过，极端高温哪来哪接，澳洲的球赛嘛常常因为气温过悬来临时取消。We've taken to having fans and misting fans in change rooms and on the benches. Wet towels for the players as well. When we're And the drinks break's obviously a contentious new issue in the World Cup, but something that's been quite normal here. 全球暖化后，国际运动赛事对咧改变规则。本届世界脚球赛将原本有通春球的临地时间改做强制规定，无论天气甲场所，逐场比赛顶下半场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拢会互相放各3分钟的临地时间，确保球员袂欠水。这段时间卖伫球场抓水来降温。普罗的球员有世界级的防暑规范，向运动的一般大众该如何自保呢？澳洲雪梨大学研究团队就开发一款运动防掉水的 App， 就是普通人运动的防暑避避武器。伊结合天气预报资讯，整合气温、湿度、风速、日头辐射，提供特定运动类型的热风险评估，佮有未来7天10点钟的数据预报。We care about things like humidity and airflow and wind speed and the amount of solar radiation from the sun. These things are all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risk is for a football player. And then secondly, it gives some recommendations, so some strategies that you can put in place to be able to help keep yourself cool. 目前这款 App 先开放予成年人下载。预计今年尾会阁推出专为囡仔、少年人设计的版本。全球高温问题变作常态，科学家望透过这项生活科技，予各年龄层的运动爱好者伫对抗污染时加一个安全防护。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甲偏乌、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地区甲马祖是多云到好天。下昼时啊，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山区是有局部大雨。
收看，后礼拜同这个时间，请锁定公司台记台中岛新闻。